在学生热烈的舞蹈当中，聪明国小的学生欢喜迎接4月30号国际卖拍囡仔节。台南市教育局每一档持续办理儿童权利相关的3道活动，今仔日的活动透过情景剧的演出以及亲子共同创作的艺术作品，来推广亲子教育，鼓励家庭建立正向的亲子关系。国际儿童权利公约，谁知道了？请举手。4个原则，都不知道哦。台南市长黄伟綽也特别甲学童来做着互动，加强宣传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4大原则，包括着无互儿童受到任何歧视，儿童有表达意见的权益，有亲子发展权，以及爱以儿童的上佳利益为考量等等。不管有没有这个公约，其实我们都努力在促进儿童的权益。但是这个公约很明确的4大原则就是说儿童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啦，那不反对对儿童的歧视，这些我觉得其实这正好落实了校园像反霸凌啦、反对歧视的这些部分。因此呢，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今天的这个记者会，特别把一些具体可行的一些政策以及学校的一些作为把它具象化，而不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个原则的宣示。因此呢，我想说，对于儿童的权益的保障，我们把它落实为具体的校园政策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教育局表示，借着国际卖拍囡仔节来彰显儿童人权，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儿童权利，让每一个囡仔都会当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